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圈傳媒嘅主持周元谷。大家好啊，我係廣州台嘅陶冠琪，歡迎大家嚟到焦點短打，我在灣區看兩會。今集咧，我哋非常之榮幸請嚟咗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港專學院校長陳卓禧嚟同我哋分享嘅。陳校長你好啊！兩位支持好，大家好。你參加咗一個聯組會議啦，咁係有一位重要人物咧嚟到同你哋面對面咁樣傾談嘅喎，可唔可以講下當時嘅情況係點㗎？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意外嘅驚喜啦。咁因為咧就習近平主席咧就嚟到我哋嘅聯組會議咧，聽到佢親自咧講佢對教育啊、科技啊、人才啊呢啲一體化發展嘅一啲睇法。咁上一屆咧，其實喺4年前2021年嘅3月咧，習近平亦都係落咗去聯組會議嘅。咁所以習主席咧連續2屆都落教育界嘅，佢就問一啲院校，佢就話：啊，你有啲乜嘢學科啊？有啲咩院系啊？咁跟住佢就講：哇，其實大家係應該有各自特色，有分類發展，唔一定要大而全嘅。啱啱就開咗個全國教育大會啦，咁習主席都發表咗重要講話，都喺不久前咧發表咗一個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至2035。咁裏邊教育咧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嗰個範疇，咁所以由今次嘅會議安排，有一間唔係最頂尖嘅職業院校講先咧，都睇到國家對職業教育嘅重視。咁同樣特區政府啊近年都好重視嗰個職業教育啦。咁我覺得咧對我哋搞開職業院校同埋做應用型教育嘅院校咧係好大嘅鼓勵，同埋亦都覺得有一種責任咧。我哋真係要俾心機做，要做到啲成績出嚟嘅。政府工作報告咧都提到咗10大任務，其中一項就係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咁作為校長啦，你認為咧香港喺培育國家所需要嘅人才方面咧，可以做啲乜嘢咧？香港其實嘅大學包括特別係啲公立大學咧，喺科技創新嗰方面，同埋喺聚咗一啲世界級嘅人才方面咧，都係好突出嘅。好多國際級嘅人才咧，都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嘅環境。你無論係生活啦、對外嘅溝通啦，以及嗰個文化嘅習慣啦、中西融匯啦等等咧，係好適合㗎。咁我哋都見到近年咧，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咧，亦都有一大批嘅學者，特別係一啲中國籍嘅學者咧，返咗嚟香港。咁所以香港實際上係可以有條件啊，喺呢方面真係做到喺教育嘅嗰個發展裏邊咧，去支撐科技創新嘅嗰個發展。譬如最近香港科技大學佢發表嘅嗰個 Hong Kong 街呢個人工智能嘅模型，嗰位科大副校長啊郭毅可教授，咁佢本身就係喺英國係一個好出名嘅學者翻嚟香港，咁呢個係一個好貼切嘅例子。佢唔一定要去美國，唔一定要去英國或者邊一個國家先至可以培養成為一個頂級嘅人才。咁呢個就係國家所講嘅，即係高端人才嘅自主培養。政府工作報告咧都第一次咧係講到咧，港澳咧就要深化國際交往嘅合作。你認為我哋香港教育界有啲咩角色？而年輕人咧又點樣裝備自己，把握呢一方面嘅機遇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香港年輕人咧就要有大志嘅啦。我哋院校都有大志，就係將來就喺香港本土，我哋培育到啲可能係攞諾貝爾獎、攞啲圖靈獎呢啲咁樣嘅先進嘅人才。我哋對於年輕人嘅嗰個品德教育，唔係淨係話唔好做啲咩衰嘢，而係我哋有一種正面積極向上嘅心。我哋要報效社會、報效國家，甚至咧係有一個所謂要造福全體人類。咁譬如網絡安全呢個學科啦，咁我哋都喺個教學嘅範圍裏邊咧有講，譬如話啊啲咩網絡攻擊嘅技術啊或者工具啊。咁但係如果個學生其心不正嘅話咧，咁可能學咗啲嘢咧就去攞嚟去攻擊人哋。咁喺港專嚟講咧，我哋喺嗰個學生喺在學期間都係教導佢要有一種高尚嘅情操之外咧，都有良好嘅品德。另外我哋亦都會希望佢有一種家國情懷啦。咁所以我哋喺做法上面咧，即係由2年前開始咧，我哋有一個博學課堂。呢個博學課堂咧就係用多種靈活嘅形式，就有多元嘅內容咧，係等學生認識社情啦、國情啦同埋世情。就好似習主席咧喺香港回歸25週年
嗰個慶典上面嘅講話咁咧，香港嘅年輕人咧係要有一個對世界同埋對國家一個深入嘅了解，咁佢先可以成才。好多謝晒陳校長嘅分享。想知道兩會第一手最新消息，一定要關注圈傳媒聯同廣州廣播電視台聯合製作嘅特別節目《焦點短打》，我在灣區看兩會啦！記得點讚、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啊！拜拜。